有一句台湾话讲，这食鱼食肉也着菜价，也就是讲，逐项物件拢爱食好济，人才会健康。也若这时大人较无喙齿，也是讲较步无发的人，定定就因为安尼来影响着因的胃口。根据调查，全台湾是敢若6%的时大人有达到国健署的建议，所以营养师就来呼吁民众，即卖呢时大食饱已经毋是重点，爱食好营养才是上界要紧的。 桌顶摆的刀卡有菜有肉，时大手摕碗盘当在经暗顿的配菜。根据国健署的建议，大家爱食到5谷菜色、蛋白质类等6种食物营养才会平均。为着要了解时大食食的习惯，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有做调查，发现敢若6%的时大有做较高，其中定人含水果是上恶达成的。 那坚果就像刚提到的，我们1汤匙的分量可以搭在它的日常点心或是早餐当中。那水果可以在饭后的时候也是一个拳头大小的分量，所以就用拳头或者是掌心的分量来确认。 调查嘛指出，有9成的时大认为家己有食饱，不过少有7成以上的时大3个月来有变瘦的情形，恐惊影响到健康。营养师呼吁食好营养佮平均才是重点。为着要让时大食到健康佮好补，国健署有闹拍主持的教学影片，8月嘛有针对时大办料理比赛，有社会组的参赛者鼓励2人看影片，学做适合时大的料理，佮在比赛中摕到金奖。 本身伫菜市场在卖菜，老伙拢甲我讲哦，阮附近的那个什么长青食堂做的物件就歹食，无就是补袂烂呢。我定定就因这 information， 所以我才讲老伙爱食的物件就是一定爱煮烂，佮切落幼幼。另外，也有饭店的总铺师来参加国健署的料理比赛，因表示透过国健署的辅导，嘛较了解时大的需求。 阮有去上课，有去，伊有来甲阮辅导，辅导了，阮就照伊遐规范甲规定，阮去做，安尼伊迄个质地软甲程度，阮拢有配合着咱的咱的国健署吼，来推动遮，所以阮就遵照遮来，互遮咱长者来使用安尼。 国健署表示，这是因头一届针对时大办料理比赛，拢总有193个队伍来参加，有分做专业组、校园组、甲社会组。参赛者有来自社区的食堂、饭店，也是病院的营养师和学生等等。国健署希望透过比赛，鼓励民众通继续推广适合老人的煮食方式甲营养的料理。记者卢尚如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